呢度早喎，夜晚8點半抄一次，8點準時又嚟抄。生命力幾犀利，幾咁規律。見到啲人啦，啲生命力幾勁。自己都冇執樹，曬下太陽先。1個鐘後見，又可以曬太陽，又可以上堂，哇正 ！enjoy。8點要8點啦，全部企晒喺度，即係6點幾起身嘅個個都。生活夠勁。大學站我抄得好勁，我睇梯台要抄先。梯台佢又未必嚟喎。尋晚如果擠喺度咧，架車冇事。架車冇事。我琴日住嗰個海悅啊嘛，沙田大學站嗰間，澤祥街嗰間。唉，早知拍呢度，拍呢度就冇咁安全嘅。呢度係有機會爆竊嗰啲嘅。大學站肯定安全，但係一定要有標位，唔係包抄。OK， 保持下呢個門口。我拍呢度慳4嚿水，下次醒啦，下次冇位咧就拍呢度，冇得傾。拍大學站死緊，除非你係坐到即係夜晚抄咗轉就安全咯。夜晚未抄，即係夜就 OK， 9點後10點就穩陣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拍呢度會好啲。下次識做，嘻嘻，嘻嘻。曬太陽先啦，老友冇講咁多，正啊！去水可以去寫嘢啊，去咩荔枝窩9點開，荔枝窩開出往馬料水，45蚊，搭船都個半鐘。你寫嘢？可以試下去荔枝窩，好啊，剩翻半日翻嚟，正。Nice。講幾好？天白雲。咁好天做咩咧？做8段錦，做翻一拍先，20分鐘，跟住上下堂，啱好1個多粒鐘走人。哇，好勁啊！第一次見到啲凳可以充電啊！第一次見，慢充都好啊，真係充到嘅喎。有隻殼喺度喎。